我是小邓老师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，好多观众朋友都感到好奇跟新鲜好玩呢。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什么有趣的单元呢？係啊，客家人係當有禮貌嘅族群咯。你根本嘢就係老大家先來講上家門嘅客家話哦。哦，什麼是上家門呢？上家門就係門後嘅客家話啦。哦，好，這個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我來幫我們觀眾朋友問，早安客家語要怎麼說呢？門了後啊，客家人走神頭看到人就會講按位做。按位做，錯啊！按位做就係好多人講嘅較早，反而講早安啦。那午安跟晚安呢？客家人只有自己早晨嘅時間咧會講按位做，其他時間啊，避免出沒特別嘅講法。特別粗啲啊講，大部分就會講你好。哦，早安客語要說按位做，其他時間就說你好。所謂民以食為天，那客語的吃早餐要怎麼說呢？哦，吃早餐啊，客家話就會講食早。哦，吃早餐叫吃早，那吃午餐呢？吃午餐啊，客家話就會講食煮。吃早餐客家話叫吃早，我能理解。那吃午餐，老師為什麼變成吃豬了呢？哈哈，講到呢邊，大家有知道你客家話當文啊嘛？反而講白天稱作粥，晚上稱作鴨。不少吃午餐，你就講食豬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哦。那吃晚餐呢？吃晚餐客家話就會講食鴨。等等，老師，你又把我考倒了。為什麼吃晚餐又叫做吃鴨了呢？錯吧，頭先我有講到二十頭按到豬，按補頭按到鴨，不少吃晚餐就講食鴨。哇，老師，客語真的好好玩哦。那問候語是上家門，早安是按位做，那吃早餐是食早，那午餐是食煮，那晚餐客家話就是食鴨。錯啊！你客家話正經當文啊問候語你就會講上家門，早安係按位做，吃早餐係食早，午餐會講食煮。晚餐客家話就講食鴨。哇，小鄧老師，我發現客語生活用語真的很實用哎。那如果我要說謝謝你，客語要怎麼說呢？小琴嘅發音當好哦，客家話講謝謝你有當多種嘅講法咯。你最接聽到嘅就係講什麼嘢？苗栗帶天氣就會講按紫色，南部嘅客家人就會講倒車。中埔有的客家人就會講羅辣。哇，原來光是謝謝你就有這麼多的說法哦。係呀，離島人不乖啊，有的人就開玩笑講學客話時節講謝謝你啊，佢就講羨慕你看仔細。真的是無傷大雅，學客語的好方法哦。係呀，語言係溝通嘅工具。糖也是最重要。那小鄧老師，我們學會了客語謝謝你的說法，我要回說不用客氣，客語要怎麼說呢？哦，不用客氣，客家話就會講唔是客氣。哦，不用客氣，客家話就是唔是客氣。講定啊，然後好客之家，客家學堂根本嘢就講到了咯。以下我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。真來了。真來了。